大家好，接落嚟係照護食推廣系列第3節。照護食係將飲食按質地、潔度等分為各個等級。今節內容係照護食飲品部分，有興趣就可以聽一聽啦。照護食飲品代表符號係正三角形，並且分為0到4級，一共5個等級。數字越大，代表飲品越潔。事不宜遲，就等我哋了解下各個飲品等級啦。等級0係稀薄液，即係平時嘅水、茶、清湯等等，潔度係5個等級入面最稀嘅。等級1係極微潔，佢會比啱啱提到嘅等級0潔少少，潔度就同嬰兒配方奶差唔多，比較適合只係處理唔到稀薄液嘅成年人。等級2係低度潔，佢嘅潔度好似花蜜、糖漿咁，比較適用於條脷控制得唔係太好嘅人。接落嚟第3同埋第4級，既係食物亦係嘢飲。而等級3係流質食物或者係中度潔嘅液體，佢嘅潔度係好似蜜糖、嬰兒米糊咁。而等級4係糊狀食物或者係高度潔嘅液體，呢個等級係5個等級入面最潔，但係佢係唔會黐口。因為呢個等級夠潔，所以用叉滗起嘅時候，食物係唔會持續跌落嚟㗎。而要整潔啲飲品，醫護人員通常會利用凝固粉令飲品變成院友需要嘅潔度。如果大家想用凝固粉整潔啲飲品，以下有幾點要留意。首先，凝固粉有好多種，用嘅方法同用量都有唔同。使用凝固粉之前，記得要睇下佢哋嘅說明再用。第二，配好飲品記得要完全攪拌，冇任何團化喺飲品入面。第三，唔同飲品使用凝固粉嘅份量可能會有所唔同，所以配好飲品之後都要留意下係咪符合想要嘅潔度。記住啦，照護食飲品有5級，適合飲品等級對院友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院友飲食情況，或者喺對凝固粉使用方法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諮詢我哋嘅營養師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